咁常見嘅燒燙傷原因咧分幾種啦。第一種咧就係熱能導致嘅啦，熱能導致譬如包括有火啦，包括有可能有滾水啊，或者係啲熱嘅液態啦，甚至有啲熱嘅氣態嘅燙傷都會有嘅，譬如熱嘅蒸汽啊，或者係譬如引擎發出嚟嘅熱氣都會導致燙傷嘅。咁另外咧比較少見嘅情況咧，就譬如係一啲化學性嘅燙傷啦，譬如係一啲酸性嘅鹼性或者一啲工業用嘅腐蝕性液體咧，都可以導致一啲化學嘅燙傷嘅。咁啊更加少見咧，可能係譬如話係一啲即係電能引起、觸電引起嘅燙傷啊，咁都可以嘅。坊間咧有好多偏方啦，譬如話我聽過擠牙膏啊，或者用一啲豉油去淋落去嗰個傷口度啦。咁其實咧最好嘅急救方法咧係用大量嘅室溫嘅水沖洗傷口嚇，將嗰啲熱能帶走啦，或者將嗰啲腐蝕性嘅液體咧沖走、沖淡咁嘅。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問我啊，用冰敷得唔得咧？佢再凍啲喎，咪仲好啲咩咁？冰咧個問題就係佢有時太凍咧，會黐住咗啲皮膚咧，令到我哋將個冰攞開嘅時候咧，對皮膚造成額外嘅創傷。所以記住用大量嘅室溫水就可以啦。至於何時求醫咧，呢個咧反而就係一個比較醫學上嘅問題啦。因為幾時求醫嗰個急切性咧，亦都有睇嗰個傷口嗰個深淺嘅程度啦，或者個範圍嘅大小嘅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呢個判斷咧亦都牽涉一啲醫學嘅知識啦。咁所以最緊要就盡早求醫，先由醫生判斷究竟個傷口係需唔需要做一啲即時嘅急救啦、處理啦，或者甚至咧嚴重咧可能要做手術嘅。燒燙傷嘅程度分級咧，主要要睇第一就係佢嗰個傷口嘅深度啦，第二咧就係佢嗰個傷口嘅範圍。傷口嘅深度咧，我哋分為1級、2級、3級嘅。1級嘅燙傷咧，就即係話淨係去到個表皮層；而2級嘅燒燙傷咧，就去到真皮層，但係未完全穿透。而第3級嘅意思咧，即係話已經穿透真皮層，已經去到脂肪、肌肉甚至更深嘅層面。咁但係除咗睇呢個深度之外咧，傷口嘅範圍咧，亦都好重要嘅。譬如我哋成日講身體嘅幾多百分比嘅面積燒傷咧，呢個都係好影響我哋喺個處理嘅過程咧，需唔需要做手術啊，或者個急切程度嘅分別。咁我哋都會分究竟個傷口嘅大細啦。如果一般比較面積比較細嘅傷口，譬如話係身體嘅20%以內嘅傷口咧，處理不當可能會有細菌感染啦，可能個傷口會延遲愈合啦。長遠嚟講咧，都會影響佢嗰個疤痕嗰個形成啦，甚至咧因為處理不當而可能最後導致要做手術，譬如做一個植皮嘅手術咧，呢啲都係傷口處理不當嘅一啲可能嘅後遺症啦。咁至於頭先講過，如果係嗰個傷口嗰個面積係大過20%咧，呢啲如果處理不當咧，即係唔係淨係一個疤痕嘅問題，而甚至喺嗰個時候可能會出現生命危險嘅，譬如佢會有細菌感染啊、敗血性休克呢啲情況出現嘅。植皮手術通常喺燒燙傷用嘅主要原因咧，就係如果我哋覺得嗰個傷口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愈合嘅話咧，我哋就需要用植皮咧去加速佢愈合，減低佢受感染嘅風險啦，亦都減低咧佢將來咧疤痕形成而帶來嘅後遺症嘅。咁咩叫植皮手術咧？簡單啲嚟講咧，就真係喺身體一個健康嘅位置，我哋叫借一啲皮，薄薄地咁樣攞少少皮咧，去植落去受傷嘅位置嘅。咁你會問啊，咁攞皮嗰個位置，即係我哋捐出皮膚嗰個位置點咧？因為我哋攞嗰個深度咧比較淺嘅緣故咧，捐出皮膚嗰個位置咧會自己愈合嘅個傷口。咁咧，但係咧就喺受傷嘅位置，因為有一塊薄薄嘅皮膚冚住咗佢咧，會令到佢愈合嘅速度咧快好多啦，亦都減低咗頭先我上述所講嘅，譬如一啲疤痕形成啊、傷口感染嘅風險。咁如果介意個疤痕嘅問題咧，我哋首先要界定佢嗰個疤痕嗰個時間性啦。譬如話啱啱愈合嘅疤痕咧會偏紅比較活躍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一啲方法咧令到佢冇咁紅啦，或者係冇咁活躍啦。譬如如果非手術嘅方法，譬如可以有將一啲壓力衣啊，或者係
我哋係貼一啲嘅疤痕貼啦，都可以幫到個疤痕啦。或者甚至有啲情況下，我哋會適量咁樣打一啲類固醇喺個疤痕度咧，令到佢活躍程度減低嘅。咁但係長遠，譬如話個疤痕已經成熟晒啦，都仲係好凹凸不平啊，或者甚至係有啲影響功能嘅。譬如如果嗰個疤痕喺一啲關節位咧，佢可能會扯住你，令到譬如你伸唔直隻手啊，屈唔埋隻手指咧。咁呢啲情況咧，我哋就可能要睇下佢嘅嚴重程度。有時候咧，我哋甚至會做一啲疤痕嘅修復手術咧，去改善嗰個病人嘅功能嘅。